50幾名社福界代表同埋政黨成員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會面，希望社署將活動工作員臨時職位轉為常規化。雖然佢話係臨時，但係實踐落嚟嗰陣時候已經變成係一件對業界係有非常之大嘅用處嘅一個政策嘅話咧，如果政府係睇唔到呢個實際嘅效益，然之後佢好官僚咁樣決定話一定要去裁減呢咁多個職位嘅話咧，我覺得咧政府係由好事變做壞事。代表會後引述張建宗喺會上指，相關職位屬於臨時性質，好難常規化，建議佢哋轉投安老護理同埋復康業界，獲取更佳嘅薪酬。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批評政府忽視年青人嘅需要。問題呢，就佢冇考慮到青年人個興趣，佢係叫你去做，你係咪可以做？我哋唔係想要佢叫我哋做嘅嘢，而係我哋想做我哋自己嘅興趣。活動工作員嘅職位係政府08年為咗解決青少年失業率高企嘅問題而開設㗎，主要負責接待、文書同埋活動記錄等嘅工作。社福界擔心削減呢一啲職位，只會加重社工嘅工作量，又促請張建宗喺5月底前回應佢哋嘅訴求，否則唔排除有進一步行動。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麗儀報道。